场的人说，今天这场聚会你一定要参加。感谢主，你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的同工们说话。我们的这个鼓手立约，我们的琴手玉阳，我们的影音同工是柯董，甚至我们的小编还有在办公室的林佳姐，你都可以用祝福的话去跟他给他一个祝福，给他一个这个隔空的拥抱。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挑战。如果你在线上的 ，OK， 你拿起你的平板或是拿起你的手机，你在留言区。留言，跟你身旁，或者是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他一个大大的祝福，跟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跟他说：“哎，非常的想念你，非常的想你。” OK， 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预备心，同时我们暂停一下，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等下再来。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OK， 刚我们系统出现了一些小状况，但感谢神，我们同心合意的，我们把我们同工聚集在一起，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如果你听得到我的，看得到我的，给我一个留言；你听得清楚我的声音的，给我一个留言。阿们。依然，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求神 ，OK， 我们求神掌权在我们整个聚会当中。不管是我们的硬体设备、我们的软体设备、我们的同工，不管是你在家里面你收看的品质，求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聚会。撒旦恶者仇敌不可以影响我们，我们要破除，我们要来祷告。数到三，我们数到三，同心合一的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我们祷告，主，我们祷告，向你来呼求。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在这个时刻，你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在我们的设备上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在我们的设备上做你奇妙的工作。
掌权在我们的所有硬软体设备。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顺畅的聚会，是听着，是说着，是聚会，是每一位同工，我们在这当中都一起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一起经历到圣灵的恩典。哈利路亚！主耶稣，这是你荣耀的时刻。主，我们不被影响，主，我们的心思单单转目在你的身上。主，你掌权在我们的所有的聚会流程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掌权这一切。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荣耀的掌声。哈利路亚！耶！感谢神！我看到有人留言说看到了，跟你身旁人说你要预备好，你真的要预备好来敬拜我们的神。嘿，耶！神掌权，献上我们的赞美。你要更大声，你要更大声，你要更迫切的来祷告 ，OK？ 你要更大声来赞美他，神配的赞美，我们的声音要响彻云霄，阿们。耶！从头来敬拜他来，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首歌很熟吗？因为我们礼拜天才唱过，这是赞美之泉的新歌，献上赞美祭。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与我一起来敬拜了吗？从头来敬拜他。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你在留言区跟我们说你赞美神，你用什么话语来赞美神？你用神的话语也可以，你用自己的话语都可以，一起来赞美他。留言来，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一起来说，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高有就。再一次说，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祭来给他。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阿们。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高有就必永。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来起应了。我唱一句，你们要一起更大声的唱 ，OK？ 预备好了，如果你是坐着的，要站起来哦；如果你是站着的，你要举起你的双手来敬拜他了。耶！一起来说，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耶！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们的可可还有不停赞美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得
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高有救。最后一次来敬拜，我们要献上赞美的祭，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高有就必永留，神的高有永留在我们教会当中，神的高有永必永留，神的高有永留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哈利路亚！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荣耀的掌声加呼喊，1、2、3，哈利路亚！耶！哈利路亚，感谢神。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看到留言上面有些人还在反映说我们的直播有一些小 trouble，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同心来祷告。这时候我们同心来祷告，为着我们的设备来祷告，不要灰心，不要失去注意力，不要失去对神的爱心。你来祷告，你来祷告，神会掌权在我们的设备上面，阿们。神会掌权在我们的这个软体、硬体的设备上面，你会听得很清楚。今天的聚会，你会大大的蒙恩典，阿们。你相信的，数到3，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的设备，主，我们的直播系统有一些状况，有时候没有画面，有时候没有声音，但是没有关系，主，这不会拦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更是专注、专心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更是专心合一的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蒙福的聚会，我们今天知道今天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会议，乃是神你掌权在这当中。即使我们被搅扰，我们不灰心；即使我们被搅扰，我们不丧志。我们的心仍然专注在你的身上，我们的心仍然专注在我们的直播的上面。谢谢主，谢谢主，你掌权，主你掌权，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敬拜他。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从头来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手按在你的心上说，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当作粪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牺牲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一个感动，你为着你身体，你知道，你最清楚你哪里有病痛。这时候神跟你说，你要顺服，你按手在你软弱病痛的上面。你的膝盖痛，你按在你的膝盖；你落枕的，你按在你的脖子；你声音
声音不舒服的，你的声带不舒服的，你按在你的喉咙；心脏不舒服的，你按在你的心上。你为你自己祷告，神在你身边，神要医治你，神今天晚上要做奇妙的工作。即使被拦阻，神的爱不会，神的医治不会被拦阻，神的医治，神的爱没有限制。祷告上，你按手在你的软弱的地方，你的病痛的地方，哪怕是你感冒，哪怕是你觉得你鼻子不舒服都没有关系，按手在你的身上，你为你自己来祷告。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身体不舒服，主，我们有头痛的，主，我们耳朵不舒服，鼻子不舒服，主，我们膝盖不舒服，我们脚踝，我们打球受伤，我们的大腿，主，我们任何一个器官都是你所创造的。主，你来医治我们，我们顺服你，你让我们大大的蒙福，大大的蒙医治。哈利路亚！主，你医治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医治的工作，今天晚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会被拦阻，因为我们要专注的来到你面前。我要说，我们要顺服你。主，我们要看见神，你今天做医治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耶稣，赞美你，我们向你来祷告。预备好，举起你手，对主来说：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赶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主啊，我要顺服你，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的中心，因生活主，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你按手在你的心上，我们思考是否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我们远离了神。也许你原本有聚会的生活，但是因为没有聚会的生活，你软弱了。也许你有灵修的生活，但是因为没有教会的生活，你软弱了。也许你有小组的生活，但是你软弱了。求神在今天晚上这个祷告会的时刻，再次眺望我们的心。求神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刻，再次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依然是存在，依然与我们同在。神的爱不撇弃我们，神的爱不撇下任何一个人。你是右昌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是蒙福的。神把你摆在右昌，是有一个特别的旨意。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灰心；在疫情当中，我们不失去对主的爱心。你安守在你的心上，你对你自己祷告，你说：神，我要再次的来爱你。神赦免我，也许我远离了你，也许因为疫情关系，我没有办法那么专心，没有办法没有目标的说，我6日要来到教会，我失去了。在线上我觉得没有意思，但是神，你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话，让我感受到，即使在线上我依然要得到这份恩典，即使在线上我仍然要得到这个祝福。数到3，你为你自己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为我自己来祷告。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我要顺服你。但主，也许我失去了对你的爱心，因为病毒，因为这个疫情，我没有来到教会，我失去了，我觉得我失去那份力量。主，你把我带回来，主，你把我带回来，你呼召我回到你面前。主，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在线上你依然可以做你奇妙的工作。主，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触摸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再次跟神说：我要顺服你，无论到哪里，我要顺服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一起来说：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
要顺服，因为我爱你。你们来唱。唯要得着耶稣，预备好你的心，说主我爱你，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在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对主说，我一生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最后一次对主说，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要说，今天是一个神迹的夜晚。主，今天的祷告会不是一般的祷告会，是神迹的祷告会。主，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在线上可以一同经历到神你的爱，神你的浇灌永留在这地。今天晚上，神主你的圣灵真正做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行你的医治，行你的恢复，行你的眺望。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持续不断的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今天的信息，我们将今天的主理欧牧师交在神灵的手中。主，你要膏抹他，他的信息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网络及电视机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欢迎你来参加今晚的右昌教会的祷告会。愿上帝的平安赐予大家。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攻守神的话。在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10节，我想这一节我们非常熟悉。在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10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每个基督徒对主祷文这一句话非常的熟悉，但这句话当中，它有3个部分。哪3个部分呢？第一个是一个起点，第二个是方向，第3个是终点。你说牧师，这段经文哪有起点、方向跟终点？
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起点就是天上，在我们经文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盼望我们居住的国家，我们居住的社会，可以像在天上一样，有上帝同在的美好，有上帝美好的祝福。那既然有起点，就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要帮助你走到一个目的地。所以从天上到地下，如同经文说的，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是起点到地上终点。所以我们刚刚知道，我们殷切期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或我们的地区的生活，如同在天上一样，好得无比。在天上呢，就好像上帝国降临一样，上帝的旨意要降临在这地上，上帝的旨意要在这个地上实现。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方向，就是有一个终点，也就是你的目的地。那目的地是哪里？地上。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盼望我们的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上落实。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我们如何让上帝的旨意落实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生活美满。我们都期待上帝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起点是从天上来，也意思说，我们从天父上帝创造万物开始，上帝亲自启示了人们，让人们认识了上帝。上帝也与人们立约，使这些立约的百姓成为上帝的选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使我们这些百姓因此得到救恩。我们因着上帝，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了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真理是从天父上帝而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实践了天父对我们的爱。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信仰的大家庭。这个信仰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的家庭，属灵的家庭。各位兄弟姐妹，你是否有感触到，在这个佑昌属灵的大家庭当中，这个家庭里面的温暖，家庭里面的扶持，家庭里面的帮助，让你在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感觉到耶稣的爱呢？这群体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从希腊文当中来看，在希腊文 ekklesia 意思是属灵的群体。如果我们从 ekklesia 这个字来分析 ek 这个字，这是从什么出来？ lesia 就是召唤、邀请、呼召。也就是说 ekklesia 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从万民当中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从万民当中被上帝呼召，被上帝拣选，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 ekklesia 就是群体的意思。各位兄弟姐妹，
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一起在属灵的家庭当中是一份子，那在家庭里面必然是什么？是有兄弟手足，我们必然是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不管对方年纪多大，你都称什么兄什么姐，你不会称他什么叔什么伯，你也不会称他什么公，除非你是有亲戚关系。但在教会当中，不管年纪比你多大，或者年纪比你多小，我们彼此称呼就是兄弟姐妹。阿们。既然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就是有温暖、有爱、有互相帮助。上帝也呼召我们，不是只有聚集在这个教会里面互相取暖，上帝呼召我们也要出去。克里西亚，我们这样被呼召出来，我们也要克里西亚，就出去。我们要出去怎么？出去宣扬主的福音。我们要出去去寻找失丧的百姓。我们讲过去失丧的家人，把他找回来。你的家人走失了，你一定很着急，你一定心很不舍。他在外面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他在外面会不会餐风露宿，他在外面会不会挨饿受冻。为什么你会担心？因为你对他有爱。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家人。各位兄弟姐妹，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只有聚集在一起，也要出去，要出去宣扬主的福音。所以我们在教会推动幸福小组，就是耶稣的爱，来出去寻找上帝失丧的家人，把他透过耶稣的爱，透过幸福小组，把他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把他们找回来，让他们去找到属灵的家，让他们回到家里，享受跟我们一样的天父的爱。所以主耶稣差遣我们出去什么？在马太福音书28章19节到20节，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兄弟姐妹，这是上帝呼召我们，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出去使万民归主。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不是要到这样而已哦，要遵守他们的主耶稣的道理。所以，那我们问说，为什么我们无法让上帝的国降临？为什么没有办法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你会问，为什么没有办法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那问题出在哪里？对这个信仰的实践，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挑战？关系就是到人的意志，为什么没有办法落实？原因在人的意志上。上帝的旨意在天上，它已经可以落实了，然而在地上，它却没有办法达到。就如同刚刚说的，原因很简单，这跟人的意志有关。所以如果要让上帝的旨意落实在这个地上，最关键的就是转变，就是人的意志要改变。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信仰的模范。当他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走那苦路，在受难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祷告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向天父上帝祷告，面对苦难的态度，他没有选择逃避，他没有选择拒绝，他甚至没有抗拒。他跟天父祷告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即便面对受难的苦悲，他依然向天父上帝祷告，要按着他天父的旨意成全。各位我所敬爱的家人，我所敬爱的兄弟姐妹，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常常希望天父上帝顺着我们的意思，满足我们的心意。没有错，你祷告必然是把你的需要带到天父面前，希望天父在你的身上需要当中满足你，这是没有错的。然而祷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发生，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意志。当我们研经祷告时，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人们常常走错方向，为什么上帝的旨意常常看起来跟人的意思刚好是颠倒。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贴近我们的心意，而不是贴近神的心意。所以主耶稣在面对苦难的同时，他贴近了天父上帝的心意。他希望这个苦悲不要按照他的意思，哪知按着天父的旨意。主耶稣提到耶路撒冷的时，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那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只是你们不愿意。他想要的，我们却不愿意。上帝对我们都有很多良善美好的旨意，但很可惜的，我们大多数选择的不愿意接受。我们大多数不愿意接受以外，我们甚至会反对上帝的旨意。上帝想要给我们平安，想要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拒于门外，我们不肯。所以当我们的灵修，当我们在读圣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我们要求上帝改变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的意志是迎合天父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征战。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当我们战胜自己的意志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把上帝的旨意带到这个地上。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意志，我们可以跟上帝的旨意对齐，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他说：父啊，按着你的旨意，不要按着我的意思。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向天父上帝的旨意看齐，他与神看齐。当很多人愿意放下自己，让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时，也意思说，当越多人信耶稣，当越多人认识主，当越多人跟随耶稣时，很多人都愿意按着这个方法、这个原则来遵循天父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时，各位兄弟姐妹，很快上帝的旨意落实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一样。
就会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我们面对上帝的旨意落实在地上，我们第一个，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如何对于神的圣名，我们如何看待它。所以，我们期待上帝的国降临，我们必须要显示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如何。我们对神的名，我们是不是很随便？我们好像有时候人祷告的态度是不对，是把神的名是当作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一个方法。就好像我们叫一个比我们晚辈的人说：“哎，阿仔啊，来哦，来给我捡一个物件。”我们对这个人，我们没有心存尊敬的态度。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尊敬的态度，你的口吻、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如同你碰到你的恩师，你看到你的恩师过去如何教导你，如何照顾你，你看到你的恩师的时候，你会态度是截然不同，你会毕恭毕敬的，因为我们打从心里，我们是尊崇。所以尊崇的心是不一样。因此，名字代表这个人的本身，也就是他的人格、他的属性、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第29章，神的话说：“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上帝的名是被尊重，是看为圣的。相反的，在以西结书36章，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各位兄弟姐妹，从以西结书我们看到，上帝的名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时，本土应当介入，求上帝介入这个世界，彰显他的全能，以至于上帝的名就得到应有的荣耀。特别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在外邦被亵渎时，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上帝要在外邦彰显他的大能，在被亵渎的名当中要再次被尊崇。所以当上帝主动做工的同时，人开始尊重他的名。人要使他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经历神的人，因着神的作为经历了神。所以对于神的态度是轻蔑的，代表心中没有神。所以你从一个人的态度，你可以知道这个人心中有没有神。从一个人的态度，对人的态度，你会看得到这人心中到底有没有神。台语有句俗语说：“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我再说一次：“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也一说，一个人心是骄傲的，他心中没有神，他只有高举他自己，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在实际当中，神告诉我们，不可滥称耶和华的名。因此，态度显出你的高度。当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如何，
显示上帝在你的心中的高度也如何。所以一个态度，对人的态度，显出神在你心中的高度。所以有些人在做礼拜，他来到教会做礼拜，他的衣着是很随便的，穿个汗衫，穿个拖鞋，他就来到圣殿。他以为他来圣殿是来他家客厅，那个态度随便。一个人态度随便，显出这个人神在他心中高度也不怎么高。当然不是叫你穿世界上最名牌的衣服来教会叫做态度好，而是一个心态。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在敬拜的同时，我们可以在外表上假装的很敬虔，我们可以唱歌唱的好像很投入。然而我们知道，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唯独你对神的态度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要遵从神的名，我们开始对神的态度，对神的名的态度显出我们的信仰。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天国的来临就是从天上降临，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掌权。如同牧师刚刚说的，人的意志力是否转变，是否不再坚持自我的想法及态度。我们看到主耶稣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祷告不要按着他的旨意，要按着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这段旅程当中是有起点的，这起点是从天而来，也是说我们愿意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掌权，来彰显主耶稣自己的能力。所以主耶稣在宣讲信息时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所以我们从普世的宣教的角度来看，门徒积极的实行了大使命，扩张天国的境界。他们渴望有更多上帝的权柄在这个世界上被彰显出来，使世人因悔改归向基督。福音就是透过爱让人看见真理，从真理的价值当中被圣灵光照，透过圣灵的能力，让人们愿意悔改归向基督，使人在基督里得着新的生命。最后让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在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10节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祈祷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解释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不单是在人的道德上得到满足，我们要在信仰上要满足上帝的需求。所以这个旨意更广泛的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原本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就是上帝要在这个地面上落实上帝美好的计划。也就是说，在个人属灵信仰上，要不断的渴慕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的顺序从世界转向神，让我们学习尊主为大，让我们生命在天国的价值观当中
我们把上帝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顺位，天国是他生命的焦点，也是他渴慕的对象。各位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你是否常常把上帝的真理成为你生命当中一生渴慕的对象？你是不是常常把上帝的旨意摆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耶稣在教导门徒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余的都加添给你们。各位兄弟姐妹，当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选择的同时，你是不是常常把神的话、神的需求、神的事工、神的使命摆在你生命的第一位呢？简单说，今天我要跟别人去谈一件生意，然而在这个同时，有一个人需要你陪伴他，有一个人需要你跟他讲福音，让他听见福音，让他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这时候你在选择工作的业绩、订单跟这个人的生命的拯救，你会选择什么做第一位？这时候就是在考验你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将神摆在第一位。前几年台湾发生了塑化剂的一个事件，有一个台中金旗教会的弟兄，他曾经见证，有个厂商找他说，某某人，你用我的这个材料很便宜哦，可以省下很多成本，你可以赚很多钱。在这个人跟他讲的同时，心中圣灵对他启示说，这个东西虽然成本很低，但对人的生命却有危害。这时候他面临很多的挑战跟抉择，他选择我这个原料是要用天然的是用加工的。这弟兄他这样见证，后来他经过祷告之后，他选择用成本比较高的天然的食材成为他的原料。后来塑化剂爆发了之后，很多人开始觉悟了，原来这个塑化剂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后来他才惊觉到，当他开始在选择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成为他的成本的时，那个声音对他启示，对他讲话，你要诚实啊，你要按照神的心意诚实做生意啊，你不要为了省钱省成本而牺牲了人的健康。于是这个的弟兄他选择了顺服，结果当塑化剂爆发的事件的时，他的生意却反向而大好，他订单反而比先前的更多。各位兄弟姐妹，这就是他是不是以上帝的真理为他生命当中第一个要紧的要重要的选择？各位兄弟姐妹，在信仰当中，简单说，我们是不是渴慕神？我们是不是敬畏上帝？我们是不是会惧怕上帝所不喜悦的事？上帝所不喜悦的罪性，你是不是在选择上愿意远离他？很多时候在人的软弱当中，我们常常选择的罪性与我们亲近。在罗马书第1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章，神的话说，
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人和男人行可羞耻的事，就是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毁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罗马书说到，这些行不义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做了许多不义的行为。我们看到罗马书的这些所有的记载当中，有多少在人的软弱上常常出现，有多少这些不义的行为也在教会发生。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神为喜悦的事，我们应当去做。我们要惧怕神，看为不义的事，我们要远离他。所以我们刚刚看看罗马书这些记载的，在我们这些蒙受救恩的这些义人当中，神的儿女当中，我们应当主动的远离他。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行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各位兄弟姐妹，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的家人，我们成为Ecclesia。既然我们是成为 Ecclesia， 是成为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就是属于自己的人。既然是自己的人，我们应该在属灵的家庭当中，我们应该学习彼此的相爱、扶持、包容、赦免。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意志力上，容许上帝的旨意来掌权，胜过自己的意愿，让我们自己愿意改变我自己的意志力，让我们迎合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满足的不是自己，我们要满足的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主，让更多人愿意放下自我的意志，让上帝亲自掌权。当越多人愿意这样做时，上帝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一样。各位兄弟姐妹，当我们愿意在神的国度当中，让神的旨意落实在你我生命当中，各位兄弟姐妹，就如同今天的经文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时候，牧师邀请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愿你的国度降临。一起来，
愿你荣耀充满这里，愿你荣耀充满全地。当你百姓自卑寻求你，愿你侧耳听，愿你国度如今降临这里，愿你旨意行在全地。当你百姓恳切呼求你，愿你从天垂听。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全能真神，永远掌权。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愿你国度。再次说，主，我呼求你。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全能真神，永远掌权。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愿你对主说，主，我们渴慕你，主，我们渴慕你。敬拜你，主，我们敬拜你，敬拜你，全能真神，永远掌权。主，我们敬拜你，敬拜你，愿你国度降临。各位兄弟姐妹，愿上帝的国度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在属灵的这样属灵大家庭当中，我们要真实的彼此相爱，真实在主里面彼此的赦免，真实的在主里互相扶持，让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阿们。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除了我们教会围墙内的兄弟姐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如此以外，我们应当以这样的标准来爱更多台湾这些未信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因着我们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扶持当中，看见基督的荣耀。阿们。这时候，我们在为了台湾我们的疫情来祷告，希望我们的疫情得到充足的疫苗，让我们施打的普遍率能够更多。我们也为了我们台湾有台北市、新北市北部的疫情比较严重，我们要为他们继续守望。为了我们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为了台北市长柯文哲，为了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为了他们团队来祷告，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刚刚我们在花莲发生了5点多的地震，我们要为了花莲地区的地震来守望，求主保守这花莲地区没有因地震来毁坏受伤。我们知道最近日本他们因为下大雨土石流，静冈县下大雨土石流冲毁了许多房屋，有20几个人失踪还找不到。我们也为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两栋大楼它的倒塌正在搜救来祷告。我们为了香港、缅甸他们可以恢复自由来祷告。我们知道香港前几年
发生了反送中的这样运动，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要为缅甸军政府这样的压制百姓来祷告，求神解放军政府，让缅甸百姓早日恢复健康自由。我们为了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国家面对疫情来祷告，我们为此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为了日本的奥运的可以顺利能够进行圆满来祷告，求主帮助那个运动的盛事可以顺利，不但顺利，也可以让日本的疫情可以平静。我们一起要开口祷告。施恩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求主你恩典带领。主啊，我们知道刚刚花莲发生了5点多的地震，愿上帝你与花莲百姓同在。主啊，让花莲地区的百姓没有因着地震来受损、受伤，甚至死亡。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台湾的疫情，我们尽力了在世界各地来争取更多的疫苗。我们也透过日本、美国许多国家捐赠疫苗，来成为百姓健康的守护。愿主你施恩带领。主啊，我们为了新北市长侯友宜，我们为了台北市长柯文哲，我们为了卫武部长陈时中，他们团队来祷告，愿主施恩带领帮助我们的首长有智慧来控制疫情，让台湾早日恢复健康。主啊，我们为了印度、香港面临的这样的武力的镇压，主啊，求你让香港及缅甸早日恢复过去的民主、过去的自由。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国际间有印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一样受到疫情的威胁，愿上帝怜悯。主啊，为了美国佛罗里达州他们的大楼倒塌，他们正在抢救，愿上帝怜悯，让这些在土石堆的这些百姓能够早日被拯救出来。主啊，我们为了日本东京它的奥运进行来祷告，愿上帝亲自保守，让这个4年一次的运动盛事可以很平静顺利的完成，让日本的疫情也早日平息。愿主你听我们祷告。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为了我们教牧团队，我们右上的陈牧师师母，我们的潘牧师师母，为了翁牧师何牧师，我们要为了教牧团队，我们为了我们长子团队来祷告，求上帝恩膏带领我们长子团队成为牧者，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要为了我们办公室的干事群来祷告，求主恩膏施恩祝福，让我们干事群所做的每一项事工都帮助了教会事工的运转可以顺利。我们也要为了我们教会的小组长来祷告，愿上帝高抹他们，赏赐给他们权柄、智慧、能力，让他们小组长在牧养上更有能力来牧养这些小组员，在灵命、在心灵上得到关心。我们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2021年的成长目标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迈进，继续往神所应许的复兴的道路来迈进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施恩典上帝，谢谢你，我们为了我们的陈牧师、我们师母，我为了潘牧师、我们潘牧师娘，我为了翁牧师、何牧师来祷告。愿主你祝福我们教牧团队在你面前合一在你面前有属灵的意向的领受，帮助我们的牧者在教牧团队的牧养上有更多的属灵的启示、属灵的看见。祝我们陈牧师有更多的意向的领受，带领我们的教会来往路径的路来迈进。主啊，求你祝我们的长子团队，让我们长子团队成为忠心的仆人，成为教会的祝福。祝我们长子团队成为教会及牧者事工推动的最佳的帮助者。祝我们长子的家庭蒙恩。祝我们的小组长，各小组长都在你面前，都蒙上帝你的大大的恩膏祝福。让我们小组长在牧养上有充分的权柄的能力，
让我们小组员都得到照助，得到喂养。主，你祝我们的办公室的干事群，让我们干事团队在你面前忠心服侍成为教会最大的祝福。主耶稣，求你祝我们教会2021年的事工的复兴来努力，帮助我们不因疫情来阻挡我们对复兴的渴望，对抢救灵魂的这样盼望的使命。愿主施恩祝福。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美好的时光，让我们领受属灵的响宴，让我们透过诗歌当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耶稣，求你恩膏祝福我们佑昌教会，让我们佑昌教会不管哪个团队，就有上帝的恩膏带领祝福我们。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兄弟姐妹，感谢主，让我们在网络上一同敬拜神。愿我们在下礼拜3同样时间在网络上敬拜神。愿上帝祝福你平安。